缺牙就好多年前噶啦，10幾年前就即係缺牙就有噶啦，即係只不過咧，即係一路咧就當時講咧就冇頂理佢，咁樣認為拉兩隻咧冇咩所謂，咁啊點知咧就即係整下咧就越甩越多咁樣咯，啲係即係早幾年咧就甩咗多2、3隻咁樣咧，就變咗而家咧就有6、7隻咁多啦，甩咗。生活上咧就多少即係唔多唔少有影響嘅，食嘢啊各方面都即係唔係咁咩嘢啦。有時即係食啲硬啲劑嘅嘢，咁啊嚼咧就冇咁方便咁樣咯，缺咗牙就到咗而家咁樣咧，認為咧即係自己年紀大咗啦，即係再唔種牙咧，你再遲幾年種咧就即係起碼唔多唔少有影響啦。行上嚟睇到咧有間咁啊曙光，咁樣咧就再睇睇佢又有牙科，咁樣我哋入嚟再睇下即係咩嘢咯。一入到嚟咧，咁啊個管家咧就即係幫我介紹，今次又嚟做咗個方案，好似到嗰度佢咧介紹咧，即係話要我咧就要種10幾隻咁樣，我認為咧即係太多啦。咁樣咧跟住咧就去到嗰度，佢係即係佢又介紹，即係話同我做咧都係做6隻，但係咧佢就係咩嘢要分2次做，咁樣我認為咧就後尾嚟到呢度即係睇過之後咧，佢哋介紹咧即係話可以一次做，咁樣認為咧就唔使拖太長時間，咁樣啊就所以選咗啲間咁嚟做咁樣。但係咧就嗰日咧你哋再問到其他有冇咩問題咁樣，我啊話打橋，即係佢見到有咁問題，佢馬上即刻同我做個加急嘅即係個血驗檢查咁樣啦，咁就即係當日可以種埋牙啦，咁樣就唔使再跑多次咁樣咯。你喺其他可能即係其他可能唔一定有咁嘅機會做到咯，咁樣就經過今次咁樣都即係對博愛曙光咧都信心都幾有信心嘅。